台语文千万字，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这几天咱新闻讲到咱台湾家己生产的高端疫苗第二期临床试验的结果。另外，今仔日是5日节，古早人嘛人讲是端午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端。端本来意思是讲一个物件的两边，若是做偏激，咱讲极端；代志的起点，咱讲是开端、因端。另外，这日背音读做端，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读做端午，古早嘛人讲是端阳，也就是咱即摆日咧讲的5日节、5月节，旧历的5月初5。第二个词可能大家较罕伫听，即日读做端鼎，即个意思是讲一个人讲话讲甲足标准，像咱会当讲伊的台语讲甲真端鼎，嘛有人读做端鼎。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夹做伙。譬如讲，今仔日是5日节，若要讲较古早、较端鼎的讲法，有人讲是端午节，嘛有人讲是端阳节。也毋过即马伫咱台湾，大家普遍拢讲是5日节。今仔日小解即一日端，另外背音读做端，提供互大家来参考。